當第一樓秋風吹過東北，大地變身成最震撼嘅天然調色盤，兩條金秋路線帶你闖入中國最早、最濃烈嘅秋天。遼寧金秋線，本溪中國楓葉之都，四大紅葉勝地全包。關門山紅葉比香山更震撼，魯邊溝紅葉映清泉，天橋溝楓葉絕景，楓林谷滿谷溪水紅葉。G331最美邊境公路，乘船由鴨綠江隔江望朝鮮田園，瀋陽故宮、紅牆、黃瓦，盛京秋韻一次盡覽。跨克吉線，直擊中國十大秋色 Top 3交河紅葉谷，百里紅葉臨海層聯疊翠，一年一遇北國秋景。長白山天池碧藍如鏡，鏡泊湖秋色唯美。吊水樓瀑布氣勢磅礴，延吉特復古蕩蕩車，體驗朝鮮族非遺文化。哈爾濱聖索菲亞教堂打卡，一次玩盡克吉兩省王牌秋色，全包門票，純玩無購物。2+1豪華巴士舒適出行，兩條路線，快啲報名，出發賞秋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